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日前公布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提出從外匯基金轉撥款項同加大發債額度，以投資北部都會區同相關基建，加速本港經濟多元發展。預算案公布之後，社會各界普遍支持，認為方向正確，敢於投資未來。但係坊間亦有一啲聲音對政府嘅靈活理財手法提出商榷。當中主要包括兩點：第一係指政府借錢當收入；第二係對回撥外匯基金收益同加大發債額度表示憂慮。我認為呢啲說法若非誤解咗公共財政嘅基本原則，就係忽略咗香港長遠發展嘅迫切需要，實在有必要詳細剖析，以正視聽。首先，所謂借錢當收入嘅講法本身就存在邏輯謬誤。要理解呢一點，必須先釐清政府帳目嘅劃分。陳茂波日前喺記者會上解釋，政府帳目分為經營帳目同非經營帳目兩部分。經營帳目就好似市民嘅家庭開支，涵蓋日常嘅公共服務開支，需要力求收支平衡。事實上，本年度經營帳目錄得大約513億元嘅盈餘，反映政府財政狀況穩健，理財審慎。至於出現赤字嘅非經營帳目，就係投資未來嘅帳簿，主要用於造地、基建等資本開支。過往呢部分開支相當依賴地價收入嚟補，但係商業物業市場復甦需時，北部都會區、八縱八橫交通網絡等關乎香港百年大計嘅項目發展就刻不容緩。試問若果因為短期收入波動而唔進行呢啲投資，香港點樣好似陳茂波所講，不失時機咁把握好機遇呢？又點樣為香港注入新經濟動力，賺取未來回報呢？若果一切不變，表面上非經營帳目固然冇赤字啦，但香港競爭力就會被時代巨輪淘汰，不勝反輸。所以非經營帳目嘅赤字，正係政府主動有為，為未來投資嘅體現，而非財政紀律鬆懈嘅信號。對於回撥外匯基金收益嘅疑慮，我哋可以從以下幾點客觀分析。第一，動用嘅係收益而非本金，絕冇削弱金融穩定嘅基石。事實上，外匯基金每年嘅回報有賺有蝕。陳茂波強調，今次轉撥嘅1500億元嚟自外匯基金舊年嘅投資回報，即係有大約3300億元。政府只係將一半回報撥作基建投資。實際而言，放喺外匯基金嘅係投資，放喺北都亦都係投資。我認同呢個只係投資方式嘅轉換，目的係切合香港目前嘅發展需要。第二，做法依法合規，而且金融安全底線牢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庫務黎志華明確指出，此舉嚴格遵循外匯基金條例所訂明嘅兩大前提。第一係確保唔會影響港元穩定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第二係確保外匯基金喺任何時候都有至少105%嘅償付能力。政府係喺同金管局充分商討之後，確認轉撥後唔單止符合法定要求，甚至仲有鬆動空間。數據亦都顯示，截至2025年年底，外匯基金嘅支持組合同貨幣基礎嘅比率係110.34%，遠高於最低要求。另外，截至2025年年底，外匯基金嘅累計盈餘達到9360億9600萬元。即使按預算案建議，分兩年從投資組合一共轉撥1500億元到政府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累計盈餘水平仍然較外匯基金2024年年底盈餘嘅7316億1400萬元增加咗544億8200萬元，足見本港嘅金融防線確係穩如泰山。第三，安排係屬於一次過，唔係常態做法。陳茂波已經多次重申，此舉係考慮到外匯基金有巨額累積盈餘同埋未來基建嘅龐大需要而作出嘅一次性安排，絕非打開隨意動用儲備嘅潘朵拉盒子。事實上，北部都會區項目嘅重要性同獨特性毋庸置疑，所以今次安排絕對唔會成為常態化嘅先例。第四，
金融界普遍認同市場信心未受動搖。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高級經濟學家吳卓恩分析，今次動用嘅1500億元僅佔外匯基金總資產大約3.7%，唔會影響金融穩定。佢認為此舉相當於政府將過去存放喺外匯基金嘅盈餘重新主導投資方向。立法會金融界議員陳振英亦都指出，即使撥走1500億元，外匯基金仍然有4萬億元資產，水平相當高，唔擔心影響貨幣體系穩健。呢啲專業意見足證市場對香港嘅金融韌性投下信心一票。至於就加大發債額度嘅關注，批評者同樣忽略咗香港實際嘅負債水平同發債嘅戰略意義。第一，香港借貸水平極低，財政狀況非常穩健。陳茂波預計5年之後，未償還債務同 GDP 嘅比率將會升至19.9%。比率雖然有所上升，但喺國際上仍然屬於非常穩健嘅水平，遠低於絕大部分先進經濟體。香港會計師公會亦都認同呢個唔會動搖投資者嘅信心。第二，發債係為咗解決香港產業單一嘅結構性問題。香港經濟以往過度依賴金融同地產，若果遇上房地產市道受大環境影響而放緩，賣地收入就會有所波動。近年嘅情況正好說明呢一點。發展北都、人工智能 AI 等新質生產力，係為咗拓闊經濟基礎、創造就業。呢筆投資關乎香港嘅生存同未來。正如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鄧希偉所言，為咗未來5年、10年，香港有更穩定同多元化發展，你唔借錢好難做呢啲嘢。第三，發債安排審慎，並非借盡。陳茂波指出，特區政府發債一般都係為期3至5年嘅短債，好處係利息開支較低。換言之，政府發短債可以節省利息，更為划算，可以話係精打細算。未來5年計劃每年發行約1600億至2200億元債券，其中約一半用於償還到期嘅短期債務再融資，呢個絕對係合理嘅安排。正如陳茂波日前喺記者會上指出，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喺做大個餅嘅同時，亦都兼顧分好蛋糕。所謂借貸度日、動用儲備嘅質疑，實屬對公共理財原則嘅誤解。我相信喺全球競逐激烈嘅今日，香港需要嘅唔係固步自封嘅守財，而係敢於投資未來嘅理財。呢份預算案正係喺審慎同進取之間取得恰當平衡，為香港嘅長遠繁榮穩定打下堅實根基。投資未來，目的係解決香港老大難嘅問題，佢嘅決心同勇氣都值得社會欣賞。